母後說肚子餓了，咕嚕咕嚕響。再等等，你父王馬上到了。王后，大王到了吗？大王去相士那儿了。相士？哪個相士？举鸡的硬幣。舉雞的硬幣？就是那個霸星，那個羋月的娘親。大王半月不進後宮，說好了今日與我一起用膳，怎麼突然改變主意，去了那個賤婢那裡？那個賤婢無聲無息好幾年了，今日是施了什麼狐媚手段，讓大王又想起她來了？宮裡有些人，表面上死人一樣，背後可不安分，王後得留意了。母後，父王不來了，舒兒可以用膳了嗎？你吃吧。父王。你是来叫父王去看你娘親的吗？不是，月兒來看看父王。娘親說父王走到她那兒不好。有何不好啊？有人會不高興。誰會不高興呢？只要寡人高興就好。這些點心好吃嗎？好吃啊，你吃吧。可我娘親說不能亂吃別人的東西。哦，你娘親把你管束得很嚴吶。可你又不是別人，你是我父王啊。此話有理。那我就嘗嘗。吃吧。大王，小公主睡着了，我還是送她回宮吧。寡人想歇息了。大王，您去哪兒？还能去哪儿？去他娘親那兒。哦，是。自楚宣武王以來，楚國一直是諸國中的王者。前不久，齊王、魏王等人在徐州會盟，竟然相約並力討伐楚國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大王，微臣還聽說，齊王已派使臣去見越王吳江，越王已答應齊國共同攻楚。齊王居心叵測，一心與寡人爭霸，不滅齊王之氣焰，寡人食無味，寢不安。寡人有心親自率兵討伐，先攻越國，然後移師北上。大王，既然您已有決斷，這是一場大戰，我等需在糧草、兵器、戰車、舟船等項早作籌劃。啟稟大王，永相令有事稟報。讓他進來。是。拜見大王。後宮又有何事？恭喜大王，相夫人懷孕了。本王剛決定出征，相氏就有了身孕，這是吉兆啊！好，恭賀大王。相氏有孕了？怎麼會？怎麼不會？近來大王去雲夢台多少回了？拿小孩子這麼寵，算他有手段。那相氏出身低微，就算他有子嗣，偶爾受到大王臨幸，又怎可與王後相提並論？玳瑁，去告訴膳房，準備幾樣大王喜愛的點心，
午後我跟舒兒給大王送過去。是。母後去，舒兒可不可以不去啊？舒兒為何不去？父王的臉好凶，舒兒怕。父王是大王，有王者之氣，父王何嘗對你凶過？舒兒就是不想去。閉嘴！你是嫡公主，畏畏縮縮，哪有點嫡公主的氣度？王后，舒公主。举姬，听说你的应妾项氏懷孕了，該恭喜你呀！大王在天子嗣，大家同喜。哦，大王已經下旨，项氏懷孕期間，一切事務由我來打理，以免勞煩王後和其他姐妹。那就有勞你了。大老虎舒服吗？舒服，有小老虎敲背，大老虎太舒服了。来来来，这儿也敲敲。还有这儿，这儿也给敲敲。放肆！芈月，身為王女，怎可君前無狀？月兒孝順，給父王捶背，何過之有啊？臣妾是怕小孩子沒分寸，壞了君臣父子之禮。你是在說寡人嗎？臣妾不敢。是舒兒好久未見父王，思念得厲害，特讓膳房做了些點心給父王送來。舒兒，來，到父王這兒來。來呀，快去。你怕寡人？寡人的樣子很凶嗎？來來來，過來過來。哎，你看她，她是你妹妹，她就不怕寡人啊？原來你是我姐姐，我們一起去玩吧。母後，父王，我們兩個可以一起去玩嗎？當然可以，去吧。我們出去玩了。膳房新做的點心，快給大王端上來。大王，這天氣潮熱，綠豆糕最是下火。王后有心了。這些日子，大王很少去後宮，後宮的嬪妃們都盼着呢，如大旱望雨。這陣子國事過於繁忙。國事繁忙，大王還要注意身子。大王若是要去後宮，也望能雨露均沾，免得會有怨言。哦，有何怨言？